继续来看中营的空服员罢工来到第7天，到底这个局势要安怎来收煞呢？工会讲，今仔日的整合着会员的意见，明仔载向中营航空提出8大诉求，希望中营航空看重空服员的民意，拍开协商的大门。但是中营航空讲，互这个工会骗伤侪届咯，希望看到工会白纸黑字，再过来讲协商。要不要协商？现在不协商的是谁？工会讲中营航空唔肯协商。工会宣布，伫今仔日甲明仔载分组轮流方式，干部会员整合意见，伫明仔载早起10点，甲中营提出具体调整方案，希望讲拍开协商的大门，双方搁坐落来讲。我们会有一份新的8大诉求的方案，然后预计在27号的时候向公司正式提出我们所谓的方案。请工会先提出他们白纸黑字的对案，那我们再来研拟是不是要继续会谈。公司对所谓的独立董事，对所谓的竞搭便车条款是绝对不可能接受。我要讲3次，绝对不可能接受，绝对不可能接受。重要代志讲3摆，中营航空对着禁止坐便车反对到底，工会嘛让步接受会员补票上车。中营航空强硬拒绝劳工董事，工会嘛讲无坚持。有关日资费调悬到150块，这项中营航空表示讲日资费已经有够啊，也过愿意另外付回按付勤的奖金。工会嘛提出90到150块之间拢会使讲，若是29也未协商，参加罢工空服人员将会投票决定敢要继续落去。投票方式的话，就是采不记名的投票，会是一个正式的投票过程。罢工行动敢法度镇守保卫权益的底线，就要看劳资双方什么时阵坐上谈判桌，莫搁伫大门口对立。